各位喺親密關係中痛苦掙扎嘅朋友，可能你都會認同，當關係走到去冰點嘅時候，好多人都會選擇忍耐，但係其實內心係好痛嘅。靈魂伴侶就係讓你喺關係之中學會愛同被愛嘅一面鏡。你想知道你哋之間嘅根源問題出喺邊度？你想走出困局，重新連結愛嘅能量嗎？大家好，我係英國註冊催眠治療師 Amanda， 從事身心靈療癒14年，協助過無數被情緒困擾嘅人轉化命運，重獲幸福。每一段關係都係命運嘅精心安排，凡事都有因果。有啲人係嚟攞債，有啲人係嚟還債。如果我哋唔明白背後嘅因果關係，我哋往往會做好多吃力不討好嘅事情，導致關係更加惡劣。其實心靈能量夠高，先至係顯化幸福嘅關鍵。若果心結未解，雙方都會有一啲負能量喺度糾纏，自然會引發各種嘅衝突，又或者導致感情轉淡。心靈療癒就係一種最溫和嘅方法，透過呼吸引導，放鬆身心，親自進入潛意識，了解你同另一半之間嘅因果關係，轉化心結，提升心靈能量，輕鬆顯化幸福關係。而好消息係，每個人都可以親自解開關係嘅課題，無需外力干預，只需要有機會同自己內心對話，就能夠安全又有效咁轉化你同靈魂伴侶之間獨有嘅心結。曾經有一位個案嚟揾我，佢話另一半多年嚟對佢冷淡、沉默，唔再溝通，晚晚都令佢難以入睡。佢好懷念拍拖時嘅甜蜜，亦都懷疑愛係咪已經唔存在。直到嗰一日，佢踏出第一步，接受心靈療癒。喺療癒過程中，佢發現痛苦嘅根源唔係對方嘅冷淡，而係兩個靈魂之間一份共同要面對嘅功課。原本相愛嘅兩個人，因誤會而越走越遠。當佢重新學識愛自己，以愛去化解彼此嘅心結，能量開始改變，關係亦都開始轉化。完成心靈療癒幾日之後，個案同我講，另一半對佢已經變得溫柔體貼，而家比之前開心咗好多，每晚都瞓得好安穩，一覺瞓天光。整個人都容光煥發，事業、人際關係都變得更加順利。每個人都能夠透過靈魂伴侶學習成為更懂得愛同被愛嘅人，唔需要運用技巧去控制對方，而係透過了解自己獨特嘅靈魂課題，幫自己覺醒、療癒同埋提升愛嘅能量，讓關係自然回復甜蜜溫馨。無論你喺婚姻中，又或者戀愛之中，若果感到疲累、迷茫、痛苦，請你記住，你值得被愛，你有能力重新讓愛流動。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嘅個案一樣重獲幸福，歡迎你 PM 我，我會為你提供1對1嘅諮詢，解答你相關嘅問題。關注光愛療癒，我哋一齊去成為嗰個懂得愛亦都被愛嘅自己。下次再傾過，拜拜。